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来唱歌敬拜上帝好了，咱做伙来唱这首《圣灵的江河》。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因为有圣灵保惠师，让我们能够读懂神的话语，让我们能领受神的爱。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能够到教会，到在神的祭坛面前领受神的同在。因为有圣灵，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神在他话语当中满满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神奇妙的恩典。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圣灵的江河》。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
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涌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涌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涌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咱的生命亲像一个井，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的井因着圣灵来充满，我们就永不甘苦，我们不渴也不饿。所以我们这一起来唱井水涌上来。往西岸，神的城坐在哪里？虽然行过流泪谷，比蒙秋雨的恩福，行走的上加里，进入宽阔不辖之地，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心向往西岸，神的城坐落在哪里？虽然洗过流泪谷，比蒙秋雨的恩福，行走的上加里，进入宽阔不辖之地，唱和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神的河满了水，释放出能力。我要全心全意地来爱你。神的河满了水，释放出热情。我要忠
上帝的爱超越了时空，超越了距离，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爱喜乐生命》。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失望阴霾，他的爱曲中忧愁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永自心底，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火花扬自心底，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失望阴霾，他的爱曲中忧愁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永自心底，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火花扬自心底，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永自心底，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火花扬自心底，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神的爱是很奇妙的，不管是时空的背景、时空的不一样，还是距离，不管是什么样，都不能隔绝神对我们的爱。阿们。神对我们的爱永远都不改变。神的爱胜过死亡，神的爱胜过一切忧愁悲哀。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当我们拥有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有从自神来的喜乐与神来的美好。我们一起再来唱神爱喜乐生命。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失望阴霾，他的爱曲中忧愁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永自心底，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浇
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接落来，咱来唱这条《安静》。这首歌原本是陈华姐伊要出来的诗歌，啊，毋过伊拄拄仔阮伫8点外，阮咧练习的时阵，伊人艰苦无爽快，返去厝诶。咱求主，互伊有平安、有健康的身体。咱即马来唱这首《安静》，求主，互咱每一个人拢有安静的心来唱伊主的诗歌，来听主的话语。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伫透早的时阵，咱需要求主，互咱有安静的心来听主的话，互主知影，咱要爱知影我可以。这首歌嘛是陈华姐伊真喜欢的一首歌。咱即马咱搁来用这首歌来安静咱的心。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阿门。感谢亲爱的天父，你的恩典丰富，
你互阮伫日常的生活当中，互阮稳定满满。主，当你的稳定进入阮的心的时阵，阮知你爱阮做一个安静的人，互阮听主你的话。咱只是咱用最后这首静静听这首歌来安静咱的心。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耳靠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母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多。静静听，我在静静听，我的母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母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主宰，伊的有灵伊的声。咱是主的羊，我相信咱的祈祷，咱所唱的诗歌，主拢会认得。就亲像这首诗歌讲的，牧者伊会认得咱的声，伊是咱生命的主宰。咱一生爱听主的声，将主。伊称作大，毋通定定以家己的思想，还是家己的看法来做代志。咱着爱听候主伊的命令，互主进入咱的心。咱搁来吟静静听这首歌。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耳靠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母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母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母者，生命的主宰，伊的有灵伫伊的声。咱即马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予咱的上帝，阿们。
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67首，是阮的主永远疼人，亲像活水长流。你是光明灿烂的主，哪早起的日头，世间未歇，云雾为我，求你一阵拍散，心内黑暗前途无明，愿主真光引带，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时，请咱由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
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做伙来献开启文40篇来启应。启文40篇，主讲我是阿里法，阁是欧米伽。洗清伊的衫的人有福气，要互伊有权到伫活命的树。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为着这个教会。我是大卫的拳头，阁是伊的护的。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焦的人着来。干净者的思维讲着我紧紧到。即时，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194首。圣诗194首，我行迷路，耶稣劝我就出温柔的声，我对耶稣就有大福。叫讲真光活路是我，你着对我来行，我对耶稣就有大福。心肝画得光明，带我行路，毋免失错。福音亲像路灯，请咱坐底吟全首。
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阮平安，予阮会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阿罗你，为着阮所领受的一切献上感谢。伫新冠肺炎疫情带予世界遮尔大的改变甲威胁，感谢伫第一线为着阮守护健康的所有的医护人员，求主保守看顾祝福所有的医护人员。也恳求主你怜悯医治目前即马确诊的每一位的病人甲伊的家属，互因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求主也安慰伫即个病痛的中间失去亲人的人的艰苦，愿主你的平安临到阮所徛起的即片土地，保守阮身边所有身体欠安、心神软者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主你拢甲阮同在。恳求主你赏赐你活命的水泉，灌入伫阮的生命中，互阮常常伫你的活水江河内面，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中有永远的福气。阮一切的好处拢不在你以外。主，你是阮生命的倚靠甲帮站，是阮活水的源头。愿主你亲自来恩阮讲话。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上帝有高，就是主的世界的罪，求你。这是俄勒请圣歌队。
这是咱搁来强守上帝的话。今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耶利米书第2章13节。耶利米书第2章13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两项代志，就是我做活水的源头，因离开我，各为家己开池，是破离袂底水的池。第二位，咱搁来看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第5节到15节。约翰福音第4章第5节，对安尼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名叫苏加，近雅各予伊的囝约瑟的地，伫遐有雅各的水井。耶稣行路线，就安尼坐伫井边。迄时约入中昼。第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抢水，耶稣甲伊讲：“请互我啉。”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面通来食。撒玛利亚的妇人甲伊讲：“你是犹太人，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妇人讨水啉啊？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第10节，耶稣应伊讲：“即使你捌上帝的恩赐，甲对你讲，互我啉的是治水，你得卡求伊，伊就用活水互你。”妇人讲：“主啊，你无抢水的器具，井阁深，对倒落有迄个活水啊？”12节，阮祖雅各留即个井互阮，伊家己甲囝儿甲前生拢啉即个井的水，你减比伊较大嘛？13节，耶稣应伊讲：“啉即个水的，拢袂阁喙干。独独既若啉我所要予伊的水的，永远袂喙干，因为我所予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沁起来到永远。”哇！以上正道雅各井边耶稣的应允，请曾牧师。所听也这，请咱大家准备心，来听耶稣的邀请。咱的主耶稣讲：“我来是要互恁得到丰盛的活命，我要指示恁活命的道路，我要互恁有满足的欢喜，有永远的福气。”咱准备心来领受圣神所带来主耶稣的应允，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阮。今仔日阮要听2000年前，你刻意来帮助一个孤单的负心人。我要恳求主，你互阮今仔日嘛知影，你刻意要伫阮的心内对阮讲话。阮伫你的面前进入这个礼拜堂。就亲像主耶稣，你伫雅各的水井，你伫迄个所在咧听候一个你要听伊改变伊生命的撒玛利亚妇人人。所以求你互阮知影，阮活命的情景，阮的信仰的情景，就甲即个妇人人同款。阮恳求主，你对阮讲话。主耶稣，求你的神甲你的罗卜三甲地地，互你的罗卜所讲的故事。是真正完全，你的心意所流露的应允，互讲的人、听的人，平平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得到怜悯。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今仔日的故事是发生伫犹太人因一个真特别的所在。犹太人的国家无介大。就亲像这个地图，这个浅黄色这个地图，加利利约旦河，伫这个这条蓝色的线就是约旦河。伫约旦河的西边面，就是上帝所应允予亚伯拉罕的土地，后来成对犹太人即卖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土。伫迄个中间有一个所在，咱真熟，拄啊伫中心的地点叫做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的北边有一个所在，圣经讲，
迄个就是撒玛利亚的地区。虽然嘛是犹太人，但是撒玛利亚伫犹太人的中间来看，就是一个世俗化的信仰的族群。今仔圣经咧讲起，伫一个所在叫做属家这个城，伫这个城外有一个水井，迄个所在就是雅各所赏赐予伊的子孙约瑟。迄个土地的附近，伫个所在有一口水井。今仔日这个故事是2000年前的故事，但是这如果咱也静静用基督的心来听，这个故事甲咱非常有生命的关系。耶稣是故意去等迄个附近人，毋是耶稣讲行了。今仔圣经讲耶稣行了行路线，伊就坐伫即个雅各井的即个水边，互伊学生去城内去买食物，然后摕倒互食。故事虽然是安尼描写，但是咱来知，其实耶稣是为着即个孤单的查某人。互伊有单独甲伊谈道的时间，因为伫众人中间，耶稣那所讲的这个谈道，会互这个附近人没有容身之地，因为有真侪伊的内心事是毋敢互人知影。所听的姊妹，今仔日这个故事，提醒咱真侪真宝贝祝福。咱的心内有一口雅各井，主耶稣常常来到咱的身边。伊坐伫遐听候咱，所听的姊妹，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要互恁，包括曾牧师，包括恁，得到丰盛的活命。”主讲：“我要指你一条永远的道路。”主讲：“我要赏赐你满足的欢喜，永远的福气。”人上界困难满足的，就是内心。所以，弟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对今仔日开始，主耶稣讲：“我互你的祝福，要伫你的生命内底，亲像一口活水泉，是涌泉，都是伊家己走出来，是满足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你愿意吗？你确无吗？你相信，古早这个主耶稣找这个查某人，今仔这个主耶稣嘛要将这种的机会来互咱嘛？所以这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明白，咱的主耶稣常常咧等咱。所听的青年，伫恁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上界宝贝就是常常亲近主耶稣。圣诗有一条歌讲：“至好朋友就是什么人？”恁有感觉吗？恁真正安尼感觉吗？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常常怜悯人。今仔的故事，耶稣不爱互伊学生知，耶稣嘛不爱互其他人知。伫迄个正中昼，伫迄个沙漠正中昼的时阵，就是人拢咧休困。但是这个孤单的附近人，伊对社会有真深的疏离感，伊毋敢甲人打成一片。伫今仔日个时代，有真侪人有疏离感，伊其他有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但是毋是咱想就一定会当有安尼。今仔圣经咧讲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是心中的人，伊其他有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确实，伊无法度，因为伊的感情、爱情这条巴掌。伊伫人的中间有信仰，但是伊无信仰的同伴，伊感觉真孤单。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的耶稣基督，这个恩典，对今仔日开始，透帮咱，甲咱亲近。耶稣讲：“你若知。”你若知天父上帝所备办的祝福，你就讨。耶稣讲：“你若知我是什么人，你就要甲伊恳求。毋是你互我水啉，毋是你来做礼拜，
毋是你贴奉献来互我，是我要将无人会当夺取的满足的欢喜，永远的福气。在人生中间有心中的享受是久久长长的，有真多的快感，拢是真短刹那。也这有什么种会当满足咱的内心？毋是人，独主耶稣。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伫我内心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牧师带阮读的这个故事，要变做我的故事。伫我的心灵中间，要有一个礼拜堂。伊还未食做礼拜堂，进前伊是一口沙漠的水井。耶稣，你坐伫这个所在等我。后来，我要伫这个所在纪念你。我要互这个雅各这个水井变做上帝甲我同在的礼拜堂。也这等下我用相片互恁看，雅各的水井一直到20世纪，还阁伫咧，一直到20世纪。才有人将这个雅水井，甲伊起一间真水的礼拜堂。但是我互恁看，伊讲树到一个所在，伊的礼拜堂，伊犹原留迄口水井，伊放伫个礼拜堂的地下室。后来伊伫这个地下室的水泉，因为古井拢是挖落去土骹深深的所在，所以是伫地下室。后来犹太人、基督徒为着要纪念这个故事。伊就伫这个所在起一间礼拜堂。所听的姊妹，你愿意伫你的心灵的雅各水井看见耶稣吗？你敢有期待？这个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就永远无离开你。你嘛为着要甲伊做亲近，你用敬虔的心，建立一所属于你独享的 VIP。的房间，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家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调去上帝是咱生命改变的开始。今仔日的圣经耶利米书是一个提醒，伊讲我的戆囝，我苦我这百姓，伊知影我是上帝，但是却无爱来到我的至圣所伫我的身边来领受这个活水泉。伊伫人生的中间，家己做真多的水池，就亲像伊有穿衫有落地啊，但是落地啊内底有破空，所得到的一切祝福，伊拢留袂掉。所听遐弟姊妹，愿上帝所予咱的满足的欢喜，满足的欢喜，永远的福气，是留会掉。不但留会掉，是留互你的子孙。今仔圣经讲，这是雅各的水井，是将近4000年前古早的祖先雅各所留落来。4000年后，还阁有后代的人，因为羡慕上帝祝福，所以伫迄个所在起一间礼拜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怜悯咱对咱讲话，就亲自主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人生中间最困难满足的就是灵魂。愿主耶稣将伊的祝福放伫咱的中间。圣经讲，人咬喙焦，毋是因为无饼通食，无水通啉，乃是因为因无愿意听上帝的话。为什么牧师会因这句话？恁倒去重新读这段约翰第4章。这个故事起头是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谈道，就是活命的水泉。后来谈道结束的时阵，耶稣学生倒来，对城林马倒来中斗，摕倒来要甲耶稣做伙食。耶稣甲伊讲：“我食饱。”这学生无啥，你是食啥？阮这好不容易对城林内底摕倒来这个中斗，这会要做伙食。耶稣竟然讲：“我食饱。”其实耶稣咧甲因讲的就是：人咬喙焦，毋是因为无饼通食，无水通啉。人所谓咬饿，是因为人无真正属灵的迄个稳定的水、活命的饼，
对天日来。所听兄弟姊妹，有耳孔的人都爱听，拍开咱的心来领受这种的祝福。所以今仔所讲的这个活水泉，耶稣所予咱的，是要予咱的心内对今仔日开始有一种的满足的欢喜。你会永远感觉够野，无遗憾啊！我袂嫌嫌人大富大贵，我袂嫌人的钱偌济，当然钱愈济是愈好啦。但是当咱的心内若有一种疼，有一种受接纳，有一种的满足，咱会因为安尼去追求，搁较有价值的，永远的福气。主对恁讲话，杨贵牧师甲恁讲分享圣经故事的这种的感动，愿恁亲自用敏锐的心听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甲恁讲，我所听的查某囝，我所听的囝儿，伫你内心的雅各水井，我要对你讲话。主甲咱三甲伫地，这个富人人羡慕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伊并无满足。所以耶稣甲伊讲：你紧倒去招你的丈夫来，做伙来受祝福。伊讲：我无丈夫，恁会记这个故事吗？耶稣讲：是啊，你是无丈夫对啦，但是你有着5个亲夫。人追求爱情，但是无法度伫爱情的中间得到满足。耶稣毋是甲伊踢笑，耶稣是要祝福，互伊的生命，互伊的婚姻，互伊的孤单，互伊的疏离感，互伊的信仰重新活起来。所以后来耶稣就甲伊讲做礼拜。所以这查某人就甲伊讲：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咱做礼拜去无同款的教会呢？伊讲我去基利心山做礼拜，啊，恁去耶路撒冷做礼拜。耶稣讲毋是，做礼拜毋是分礼拜堂，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爱用心，用正直。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无心，咱若无清气正直，一世人的做礼拜，有时嘛无采讲。所以今日耶稣甲这个妇人所讲的，就是透放伊，互伊的生命有全然的新的生命，毋是对人来，对人来袂通满足人，只有上帝。才是一个满足人的上帝，兄弟好唔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追求这个信仰，上帝绝对无辜负咱，你相信吗？我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互我，请听耶稣对这个妇人所讲的话。你若知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你就知影这个上帝是超越所有的生命。你若知影今仔日对你讲生命的道理的耶稣是什么种的耶稣，你就紧紧甲伊讨。兄弟姊妹，问咱家己，你敢真正认捌上帝吗？你敢全然愿意甲耶稣讲？主耶稣，我愿意，我要一生跟对你。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享受，咱做伙来领受，因为主耶稣要将这个满足的欢喜、永远的福气，毋是用钱买来福气，毋是用人情世事所得到满足，是主伫带咱来到这个世间，创造咱的活命，迄一日，上帝就已经为着咱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你相信吗？兄弟姊妹，爱找到迄个上帝为着你量身定做的迄种的生命的宝贝，这就是耶稣所讲：
上帝的文书。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伊讲：主啊，请互我，因为你应允这个负责人是一种源源不断、生生不息。搁听一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咱的信仰毋是安尼起起落落，咱的生命嘛毋是断断续续，咱的生命是伫主的手中。对永远到永远，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叫伊信息的应允。因为主耶稣所讲：“我来是要为着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现在你敢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这个故事，是四福音书中间唯一约翰所讲的故事。你若听到这个故事中间，你就袂通无去想。伫整个约翰福音内底所讲的福音是甚么？约翰伫伊的福音书第10章第10节，伊讲：“我来是要为着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约翰福音讲真侪，我是，毋是讲我约翰是啦，毋是，是伊记载耶稣讲：“我就是世间的光。”伊记载真侪，耶稣所讲：“我就是活命的道路。”所听兄弟姊妹，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咱讲阿们。因为主要将伊赏赐予咱，都只有咱的主耶稣是咱的主。伫咱的人生中间无其他的倚靠，人会当予咱其他的物件，但是耶稣所要予咱的，是这个世间袂通满足咱的。愿主用伊丰盛的活命所赏赐予咱，予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定心思考讲，我要安怎定心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就是顶礼拜我甲恁分享返璞归真。咱要做基督徒，爱做真的基督徒。咱要做基督徒，咱爱做有智慧的基督徒，有智慧通认捌，真真实实通认捌耶稣基督。搁有耶稣讲：“我所赏赐恁长闊、關心的疼，到做只有上帝的疼，會通滿足人的內心。”願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禮拜，將這種的恩惠回應咱的祈禱。既然咱中間有人親像這個婦人人，安尼甲主耶穌講阿們的人，願恁伫今仔日的禮拜。恁的人生对今日開始，有一個活水泉，生生不息，源源不斷。阿們嗎？上帝無講543的話，所以聖經講，上帝的話一點一滴一話，攏無改變。耶和華是好，伊的慈愛永遠佇地，伊的信息到萬世代。主耶穌，求你將這個活命的水泉賞賜予阮。我要將這個古蹟留予我的子孫，到永永遠遠。聖經講緊咧講起亞伯拉罕，因為伊的信，上帝祝福伊，所以亞伯拉罕的水井是聖經中間的創世記真特別的。伊是一個出外人對他鄉來到中東這個土地，所以一拄着非利士人，拄着真多在地遐部落游牧民族，遐游牧民族當然啊啦，無接納這個對外地阿蘭人、阿蘭的迄個所在遷徙來這個亞伯拉罕，所以常常甲亞伯拉罕排斥甲伊欺負。但是足奇怪，就是亞伯拉罕有一個足特別的恩賜，佇沙漠的中間，上帝予伊常常挖到水井，因為伊知佇迄個所在都明明有，我毋免逐所在挖白吹。所以聽的姊妹，今仔日個另外一個信息，就是咱需要將這口井，就是咱的祖先，就是主耶穌所賞賜咱這個活水泉，毋通世俗化。
互主的圣神、主耶稣的保护，掏空洗清咱。愿天父上帝对恁应允。所以今日我要甲恁受2项有关着咱生命的功课。第一，兄弟，你敢找到你甲耶稣见面谈道迄个雅各井？这毋是干那圣经的故事，这甲咱的人生息息相关。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一口雅各水井，是你单独去接撒玛利亚附近人甲耶稣见面的所在。所听兄弟，你的心，你心内这个口井，这口深井，就是主耶稣坐伫迄个所在来听候你。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分别为圣，甲咱祝福。圣神充满伫咱的心来讲，我所听的查某囝，对今仔日开始到永世代，你的囝儿孙要纪念这口井，该改名，不一定叫做雅各，会当叫做好胜的井。恁会当甲恁的名写伫迄个所在，讲主啊，这是你留互我甲囝孙逐世代的水井。兄弟，你愿意有这个神圣的水泉吗？愿咱伫主的面前，常常安静，甲主讲话。今仔这个故事上宝贝就是耶稣甲一个孤单、有疏离感、无受接纳、毋敢伫公人公众的中间来讨帮伊的情绪感情的人，耶稣甲伊讲话。所以啊，即你若感觉你孤单，你若感觉你的幸福真欠缺，毋通丢丢。甲主耶稣讲，耶稣毋是干那会甲经学士、甲法利赛人讲道，耶稣甲每一个需要的人拢亲近。所以耶稣讲，我宁可放了99只羊去找迄个放弃迄只羊。耶稣嘛讲，到只有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怀疑，这是应允，这是救恩。愿主甲咱同在的时，咱会通有一个属灵的智慧。咱甲主讲，因为我在所信的是之水。恁会记这条圣诗吗？恁有人开始在记吗？这是保罗伊的信仰告白。因为我在所信的是水，也深信所交托伊的，伊得较保守。我深信你是我的上帝，我嘛深信我将我的囝儿孙，将我的囡仔将来代代的前途交伫你的手中，你得较保守。上帝无互咱无伫这代就结束，到万世代。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活命的水泉赏赐予咱的囡仔。所以今仔日个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恁安静敬虔，用恁所存的一生的每一个年日，常常追求认捌圣经的话甲上帝。因为耶稣提出一个提醒：你若知上帝的恩赐，你若知我是什么人。恁会使毋免知影曾牧师，但是恁毋通毋知耶稣是什么。愿天父上帝，互咱有满足的欢喜。愿咱大家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若伸手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耶稣将伊所有备真理、活命、道路，就放伫你的人生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在座兄弟姊妹，恁的家庭、恁的生命，今仔日是一个大改变。愿主咱的上帝听咱的祈祷。或者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讲：先生啊，请你将这个活命的水泉
赏赐予我，这嘛是咱的祈祷。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做一个分别罪性的基督徒，分别罪性，将你生命的灵魂，上帝所无欢喜的遐个垃圾，愿天父上帝甲咱掏空，愿主耶稣伸伊的手，甲咱洁净，互咱伫伊的面前领受伊的恩惠。这是古早的相片，伫19世纪所翕的雅各的水井。迄个时阵，抑阁是伫一个旷野的所在，遐个人常常摕水盘伫迄个涂骹咧抢水。后来到伫20世纪的中叶，开始有一寡外国的牧师，有一寡这人基督徒，因做伙伫即口井，伫即口井的边仔开始起礼拜堂的围墙，后来起一间真水的礼拜堂。即摆这间礼拜堂的名叫做佛迪尼。这间礼拜堂足水足水，恁有时间恁会当去搜寻，互迄个相片确实足水。伫迄个礼拜堂的正厅的内底有一个地下室，你有看到遮有2个楼梯有无？对迄个楼梯落就是自古以来一个水井。这是即摆咧顾修一个礼拜堂的叫做东正教的祭司，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这是拢总叫做基督教。因为2000年来，咱起头的名叫做大公教会。伫耶稣基督的时代，一直到第10世纪，全世界教会只有一个名叫做大公教会，英语叫做 Catholic Church。Catholic 后来只有天主教咧用。但是伊原本的名其实是叫做大公教会。伫即个下骹到今仔日，还阁留一口水泉。我用这相片要甲咱鼓励讲，伫你的水泉，伫你的心灵的内底起一间礼拜堂，永远互上帝，永远互主耶稣，甲你三见面神圣的所在。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好唔好？愿这间教会。咱无地下水，但是既然来到这间教会的朋友、亲人，伊要甲咱做伙享受一个满足的欢喜、永远的福气。咱愿意安尼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气力、有灵命，咱做伙伫德登教会这个所在起做一间，今仔日的佛地尼，伊的名会使改。但是上帝话命的水泉永远不改变，主甲咱适合伫地。2年前有一本新册，叫做《深井效应》，这是一个医生，伊咧讲起人成长的过程顶悬，有当时会拄到创伤。伊特别这个医生是一个研究囡仔童年创伤的一个心理学医生。伊写这本册名叫做《The Deep Well》。就是意思是深深的井，伊咧讲起人成长的过程顶悬，出世的时阵，伊用圣经的一个图像雅各井来写这本册。人伫成长的过程顶悬，上帝所赏赐人的灵魂，后来着伤了后，就亲像非利士人将遐石头，就甲踢伫阿伯拉罕所底的水泉，所挖的水泉，后来这口水就无搁再会通抢水，但是这个医生讲，人若做医治，将这个创伤重新诠释，医治讨棒改变，人就会当恢复灵魂的健康。我毋是要鼓励恁，敢若读这个医学的财万尔，我要甲咱讲，其实这个作者，伊也要讲真正圣经就讲到深井效应。这是今仔日的圣经对来，拄则咱所听的词汇读的时阵，我毋知恁有去互即句话吸掉无？约翰福音第4章11节，负责人对耶稣讲：“先生啊，是我互你水啉呢，毋是你互我水啉呢。我才有水啊，我才有汤啊。
啊，你也无水也无汤啊，这个遮尔深，你要怎样得到水？这就是圣经内底深井效应的图像。兄弟姊妹，不是世间的水井，是灵魂的水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学习以撒。以撒讲：我的老爸水井叫法利赛人踢掉咧，我应该安怎做？我就该重新清气，把遐生命内底遐受伤创伤，无搁再用负面的思想，将迄个负面的思想给淡掉，因为迄是一个垃圾，迄是一个踢界。所以，因伫乌水井是常常圣经讲，因就得到一口活水井。选择这本的圣经，咱互相祝福。主祝福你，互你的灵魂有一口圣灵的江河，伫你的心灵内底有一口圣灵的活水泉。主祝福咱的礼拜无空空倒去，所以古伦神父用这个古井的故事，伊讲几句话。伊讲，清气人的灵魂上重要，就是将你内底遐创伤摕掉。你才会当得到一个健康的灵魂。伊用古老的灵修传统，2000年来真古典的灵修。伊讲，当基督徒咧追求灵修的时，上重要的功课，伫咱的内面有3种物件，一种就是欲望、欲望、desire、情欲，对金钱、对权力；搁一种就是情绪。七情六欲，搁另外一种就是心思意念。自古以来，基督徒留了真侪灵修的智慧。伊讲这3项物件，你爱好好去将你内心的世界甲耶稣讲，就亲像今仔日耶稣甲这个负责人讲话。心中这3项物件，传统的灵修界叫做 logos moi。人的心思意念、情绪甲欲望，咱爱真正直甲上帝讲：主，我的内心有这种的渴慕，主，我的内心有这种的需要，主，我的内心有这种的搅扰，主，我的内心有这种的受气，主，我的内心有这种的孤单。咱的信仰的前辈，伊讲灵修最重要，就是将你内底的情绪思想安怎？甲上帝讨论，兄弟姊妹，你若敢若听讲道，但是无甲上帝讨论，这个讲道未转变，成做你的灵魂。所以，兄弟姊妹，毋是牙香对拜，不明不白，是真正用心来认捌上帝。愿主帮助咱，将咱的情绪摆在上帝的面前。古伦神父讲：“让圣灵穿透你的情绪，转化你的情绪，活出美好。让上帝的圣心进入你的内底，让咱的生命活出美好。主听咱的祈祷，愿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内。或者耶稣在等咱，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充满感恩，因为阮深信，今仔日这个故事要变做阮个人的故事。阮将阮的心往里摆列。因为伫阮的心内嘛有一口水泉，无论大人、囡仔、老人，所以伫阮的灵魂的圣殿内，阮要调见你。阮知当阮还未准备好势的时，你已经咧听候阮。阮恳求主，你将今仔日的话变做阮的心思意念，互今仔日的故事成做阮的故事。头放阮，
互阮灵魂这口水泉是圣灵的江河，永流的活水泉。主，阮伫你的面前，将所听的囡仔，甲阮同信的遐个姊妹来交托你。无一个人咬喙答，是因为主你所修事，满足的欢喜，永远的福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祷，阿门。这时，请咱做伙来应答上帝听来吟圣诗168首，求主奋兴教会，顺利关灵圣手，用你话命有力的话，感化众人听受。请咱起立吟全首。准备心来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兄弟姊妹，请咱继续为着台湾的疫情祈祷。今日书会嘛有带咱做伙做祈祷。咱感谢上帝伫这2礼拜来，咱有真大的惊吓吼，就是桃园的这个疫情的扩散。但是感谢上帝吼，互咱的疫情会通得到这个渐渐稳定落来吼。但是也毋是真安全，咱求天父上帝帮咱。虽然台湾相对伫全世界是算一个真安全的国家，但是咱求上帝好，全世界这个疫苗甲疫情拢会当慢慢伫新的一年会当改善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做好咱家己的身躯的照顾一个人若袂晓照顾家己，就真困难去照顾别人所以照顾家己是一个最要紧的功课。下面咱来为着这个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生日的人，今仔日若有出席的，恁来头前牧师甲恁做伙做祈祷。今日敢有头一摆来做礼拜的朋友兄弟，还是你带来的朋友？欢迎恁来欢迎愿上帝将今仔日这个夜过真的祝福嘛祝福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咱用这个诗歌来做咱的祈祷。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在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所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愿主耶稣会听甲伊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伫到后礼拜咱阁相见面，祝福咱每一日稳上加稳。而这后礼拜咱有圣餐，请咱准备心后礼拜咱有圣餐的礼拜。
即时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本周的聚会，祈祷会拜三8点要伫礼拜堂。家庭礼拜由原暂停。青少年团契聚会拜六7点半要伫教育馆。查经班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港的何塞后礼拜请胡素基执事，领诗请林玉长姐妹、苏琴刘玉明兄弟。书宪是我本来以及陈美秀执事。交代是第3组爱餐暂停新眼光读经表以及每日的灵粮，请咱照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具体交通第1项，2月初7下晡到2月10號上午，青少年团契的灵修营，要邀请参加的人，请带恁的圣经以及个人的生活用品。第2，疫情的期间，确保健康，请咱大家做好自我的保护。请咱来做礼拜以及聚会，也戴口罩。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若是有错误的，请用会计人员来更正。大多数项，请咱阁继续为着即个疫情，会当紧来过去来大祷。请咱嘛为着彰化中会50周年的事工来大祷。且为咱教会心心欠咱的兄弟姊妹将因摆咧伫上帝面前求上帝来医治看顾。请咱为着教会青少年因学校的课业来大祷，也为咱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来大祷。最后，请咱也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人教会以及德克达亚来教会来祈祷。即时请咱做伙来吟上用的圣诗507首吟诗刷，请曾牧师祝祷。请咱起立吟全首。愿光归心被上帝，愿更新家心心三位一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避讳。